各位乡亲，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柯迪伟。咱先来关心拿破里世大运，中华队又个传出好消息，下期选手刘万武在女子无定向挥拍决赛，替台湾摕到对手，伫世大运射击的第一金。那尤坤比嘛伫男子无定向挥拍，险险赢对手1分，嘛摕到金牌。中华队一天就摕到2块金牌。中华队射击女选手刘万武，伫咧决赛前3盘表现无好，只敢射到1个托盘，不过输落来连续射到10个托盘。第14番了9了，搁再连续射到13个托盘，获领先第2名意大利对手5分。不过换位了，刘万武连续落到4番，和排伫咧第2个意大利对手立甲只敢差1分。伫咧最后决胜关键的时阵，刘万武搁甲分数扭开。最后2发也未射，就已经摕到3分的领先，确定有金牌。刘万武第2遍参加世大运，最后是以39分的成绩摕到女子无定向挥拍金牌，是中华队这届第1金，也是第4次世大运射击项目第1金。尾后男子无定向挥拍决赛，中华队的杨坤碧前9发落到3发，排名落到第4。杨坤碧尾后是连续射到10个托盘，排名变第2。虽然第27甲第38发落高，不过领先的斯洛伐克对手也发生失误，所以第49发射线了，双方平手。最后1发先射杨坤碧顺利射到，和对手压力，只有对手最后1发是意外落高，和杨坤碧最后45比441分之差逆转摕到金牌。中华射击队2天比赛总共摕到2金1银1铜，国家体操的1面银牌，中华队目前是2金2银1铜。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中营空服员罢工的第17天，空服员昨发动苦行活动，为难坎行到总统府顶前。另外，劳动部协调劳资双方代表昨暗时6点半各一摆见面，算是私底下在交换意见，地点并无公开。工会资本今仔时就要说明结果，不过赛又宣布暂时取消。经过11点钟，一路自桃园的南坎行到凯达格兰大道。通知空服员这届工会60位成员以苦行的方式，希望总统蔡英文看到因的诉求。我们要的不是小英总统为我们争得属于我们的利益，我们只是希望总统可以帮忙监督企业，守护我们的劳动人权。工会讲本来就是6月29，劳资关系会当缓和，罢工会当结束。不过迄天中营无任何无超额算账的条款，而且工会也愿意依照团体协约法第23条，在团约的约定期间，未针对这边罢工诉求，搁再发动罢工，也同意离岛行线无罢工。不过中营要求工会在咧团协约定期间放弃所有罢工权，等于让工会无法度自保。工会法里面都已经明定了，工人如果透过罢工或透过各种工会活动争取他们的权益，是不应该被打压，不应该被秋后算账的。但是公司却连这么基本的条款都不愿意在团体协约里面跟我们签订。对于这边的罢工，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身为航空主管机关，各航空公司后续会处理若无妥当，交通部无排除会对伊的航线航权做检讨。拖得越久，对公司劳资双方都是很大的伤害，那也会影响到就是我们政府未来对于包括一些航线或航权的检讨，这不只是公司内部的劳资问题，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一般旅客跟公众的利益。在咧劳动部协调下，劳资双方代表昨6点半再度见面，地点无公开。会议定调是私下交换意见，等于是第3遍协商前的会前会，就团体协约的架构内容加其他内容做沟通，进行文理上的修正。双方讨论的结果，工会干部本来是定今仔早起的公布，不过透早伊阁宣布暂时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今日报纸有啥物款大代志？自由时报基本上厝内旧车换掉都要趁1马路，环保署拍算对机车换新车进行补助。为明年开始排放标准，以及到4期欧多拜换买符合上新环保标准的7期燃油欧多拜，当天机车每一台是补助5000块，轻型机车补助3000块。那苹果时报台北市长郭文德昨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刘吉义见面，台北市府各用面册直播。从两岸官方交流以来，官员见面直播的头一个。不过，这是因为无得到中国允准，
第二摆叫中国主动落尾才来停止。联合报总统蔡英文昨日透过面册表示，立法院下一个会期要来继续打拼，完成中国代理人的修法。未来要来严格规定，替中国进行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发表声明，佮参加中国所办的会议。再来看到总统蔡英文拜五实早质问三面线延伸8德段，强调增减基础建设重要。伊嘛否认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批评增减是野钱白条海讲法。另外，对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国台办主任刘结一见面，蔡英文搁一摆强调，两岸是中央的职权。北桃1小时回到生活圈。总统蔡英文亲自视察捷运3英线延伸8德段，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桃园市长郑文灿互相讲是兄弟，希望讲会当做伙争取行政院今年核定8德段可行性的评估，才会当进入综合规划。蔡英文强调讲基础建设的重要性，针对郭台铭批评讲野钱是为着要绑票卡，嘛背回讲这是人民的需求，希望国党会看清楚。这个看起来不像绑桩，确实是实实在在人民的需求了哈。那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也有针对少子化的这一部分的预算，所以我想郭董事长可能也要去看一下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内容哦。蔡英文保卫政府施政，针对特别出访变外交嘛，强调讲邦交国对台湾真重要，透过邦交国才会当甲台湾的声音传向世界。也是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双城论坛是两岸之间唯一正式沟通的平台。佮甲国台办主任刘结一会面，伊嘛佮强调讲两岸是中央的职权。市长可以进行城市交流，但是在中央主管的业务的范围哦，还是由中央来做决策哦。那我再讲一遍，现在可以就公权力行使这个两岸的这个协商或者沟通，或者是做其他方面的处理的唯一的机构，还是海基会。蔡英文表明政府的立场，在民进党党团完成国安5法修正案了后，嘛伫人面册宣布，立法院后一个会期会继续打拼，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严格规范人民、法人、团体佮有机构替中共进行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发表声明、参加中共所举办的会议，要表保护国家主权佮有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民调，下礼拜开始，昨日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不公开这期不公平，何主席吴敦义开记者会，爱外界卖乱讲这无实在风声。昨仔王金平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斗阵伫高雄直播，韩国如是强调，大家拢是朋友，向来高雄伊是拢欢迎。来到高雄路德，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和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做伙去庙里拜拜，两个人搁要做伙开直播，人拢去王金平的祖厝，搁称呼对方是老兄弟，莫互外界再次追问郭王配是不是有影有食。如果没有王院长这个来整合，将来呢，国民党要赢这一战，不管谁出来都非常困难。郭台铭讲，国民党要赢，爱靠王金平，显示伊就算退出初选，嘛是会影响选情。进前王金平公开呼吁停办初选，嘛质疑初选的公平性。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不得不亲自出面解释。5位参选人都同意接受的民调作业，外界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提出质疑，编造不实的谣言，以讹传讹。意图借此分化我们党内的团结，没有人造谣啊，这个是大家一个感觉今天国民党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这是好事情。前一天，才和高雄市长韩国瑜直播了后，王金平阁邀请郭台铭来高雄，外界更加好奇郭台铭是不是想要直接打韩国瑜的地盘？郭台铭是回答讲，全中华民国拢是每一个候选人的地盘。韩国瑜嘛讲，不管是谁，拢真欢迎来高雄。那其他人来这里，像包括明天柯 P 来高雄，我们身为高雄人都非常的欢迎。越多人来高雄旅游、观光、交流，我相信高雄人越高兴。那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是强调，既然参加初选，就会相信党中央的民调。就连民进党党主席窦英台发声，希望国民党选出正常的候选人和民竞争。朱立伦嘛主动对号入座。
我相信国民党一定是选出最正常，而且最适合、最强的候选人，赢得2022年的大选啊。谢谢民进党的关心，朱立伦也会加油。朱立伦讲，国民党一定会全力去拼，针对初7伫凯道举办的反铁人公投大会书，敢会因为支持者分裂转互活动失去焦点？朱立伦嘛呼吁党内同志莫分你啊我，因为民调结果拿出来，大家又阁是同一个团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哲伫上海甲国台办主任刘吉怡见面，刘吉表示讲，两岸是一家伙仔，要好好斗阵，互相斗相共。郭文哲即上个月互相原则，各讲一摆。赶伫咧最后一刻变更行程，台北市长郭文哲总算伫初5尾仔甲国台办主任刘继义伫西郊宾馆正式会面，而且伫媒体要求之下，双方两界握手。两岸是一家人，亲望亲好，守望相助，一家人要帮一家人的这种两岸同胞之间深深的感情。这也是体现出了两岸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一定会汇聚成越来越大的洪流向前推进，这种大势是挡不住的。当然，也许政治上有隔阂了，不过交流总是好的，有交流就有善意，有善意就可以促进交流了。那我才有讲那个5个互相啊。其实有交流，这就是说，有时候就算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啊，也增加彼此的这种信任啊，可以共同解决很多问题。郭老会经伫咧西郊宾馆接待过英国女王、日本天皇，还有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看得出来中国对郭文哲是高规格的接待。科联会众所瞩目，原本双方安排有密室会谈，不过似乎怕被外界抹红，在市府主动要求下，国台办同意让市府幕僚用脸书全程直播，破天荒创下首例。郭文哲这届上海行程，除了挑战两岸的课题安全过关，佮特别安排去台商大本营昆山，佮台商来接触参访台商去的妈祖庙，还有病院。不过这个动作加减会引起外界想讲，敢是要替2020大选来试水温，要争取台商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一温的线，目前当地进行机电的测试，不过是传出声音真大，吵到人的情形。附近的大新国小，对教室甲热温病台病悬，定向吵到，学校都希望会当调整，卖引着学生上课。热温工程处是表示，会配合各站的位置甲地方意见做调整。热温列车伫轨道面顶来来去去，台中热温要拼通车。立线拄初3开始进行机电系统试验温的验证，不过声音煞互4科位仔的国校化工，真正是足差的。进出站测试的频率很高，所以到后来我会把它形容为生活的背景噪音。好，就等于说我的办公室里头一直播放着这个音乐，这样。学校讲徛伫3楼的教室嘛是会当听到列车来回的轨道声，还有出入站的音乐声。台中市区大新国小的教室离热温G10A文心森林公园站，因为3楼的教室甲热温的柜台边悬，拄顶个月份开始，就常常会当听到列车伫试验温的声音。虽然讲即马是休热的时阵，不过烦恼讲开学了后会去影响到上课的品质。沿线除了大新国小，还有数位国小、文化高中等等的学区，家长希望讲会当改善。因为它班次也比较密集，那这部分是厂商他有在为了配合试营验证所有加进去一个离站音乐。因为管理昨天反映的地点就是已经有，就是针对民众感受度做调降了。热温工程处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机电系统试验温的验证，以实际班表模拟应温，每一天有15例伫试运行。根据陆上运输系统噪音管制标准，学校甲公园的4科位仔，噪音管制标准平均上大数值85分贝，日时标准超是75分贝。目前已经降低声音，嘛会继续遵照各场站的特性，每一站来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有民间关怀协会设立一间以换工来累积食素的互助中心，要来分摊家庭照顾者的负担甲压力。累积的食素会当换课程甲活动，用社区陪伴的方式，互家庭照顾者会当有休喘的空间。简太太甲简先生到中心，大家马上陪着简太太开讲，甚至为俩零，等者还阁为伊换新的头模型。
因为简太太有小可失智，生活拢是由简先生来负责。因为外公照顾中心的成立，所以简先生每礼拜拢会来这行行，甲大家开讲。太太有稍微有点失智症他们的脾气都很暴躁了这边有人协助帮忙照顾了我们就可以出去办一点事情，这样觉得非常好，会减轻我的压力这样子。现在已经退休了，小孩都长大了，就出来义剪。我觉得帮人家剪漂亮，客人很漂亮，我也觉得很高兴。大雄家比陪伴服务甲无定期的课程活动，才透过伫遮了解工作时数，拢能换到。家机关有民间关怀协会设立外公照顾中心，照着外公的方式，让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服务别人，同时也有被服务的机会，让彼此陪伴应更加轻松甲自然。他们安排的课程也都是针对我们，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来这边放松的地方。来到我们这边做换工的话，他可以发现说自己还有助人的能力，而且能够透过这样子交到更多的朋友，甚至可以让他从这里面呢找到一些相关的长照资源。特别来这访问的澳洲学者表示，这据点以社会文化做基底，让个人照顾政策变得更加有情感。真欣赏台湾有安尼服务，也希望能将安尼概念扎回去，为因伫个人人口的照顾政策上带来更加好的范本。记者综合报道。7月初1是日本停止31年来又搁开放商业掠海翁，迄天掠到2只海翁是已经卖到市边。做海翁的料理，互袂少爱食的人新试看卖。市场内底业者甲分装好的海翁肉放出来卖，后边的工作区搁伫咧分装海翁肉。日本无过国际反弹恢复商业掠海翁，早起出港的阵，下晡就炸转来2只海翁。4号迄一天，市面上已经会当开始食到海翁肉，吸引真侪爱食好食物件的民众前往消费。意外と淡白というか。全然油っぽくなくて美味しかったです。新鮮なので、すごく臭みがなかったですね。迄一天，好掠到的海翁会当用来食的肉有560公斤，每1公斤卖差不多15000日票，分别伫北海道川路市内底2个批发市场卖。有消费者一口气就订了13公斤的肉，就是想要好好食一顿好料的。同款是好料的，为着有风潮山埼玉县的日本药科大学甲拉面业者合作，做出特制中華冷面。ゴーヤもそんな思ったより苦くなくて、本当に柑橘系のいい味で美味しいです。全体的にさっぱりした味になってて、いろんな味が楽しめて美味しかったです。这款冷面用一定米、冬瓜、苦瓜加上特制冷汤做的，因为是创新的食材组合，嘛对人体健康真好，得到真侪试食的人的欧乐。业者嘛望会当赚到下贵销售，互消费者感觉真清凉。记者陈世彤报道。香港的反送中抗议，因为经统治的英国甲未经统治香港的中国之间，变作外交争议焦点。有意思，争取保守党党主席前伦敦市长强森，甲外交大臣韩特，拢谴责中国对民众采取态度真强硬。韩特佮讲，可能会动用制裁。中国接受驻英大臣甲外交部发言人先后批评英国是干涉内政。另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嘛计划邀请抗议学生团体开门来座谈，叫学生是拒绝咯。We don't see why we should immediately accept this invitation because of it's a private and a closed door communication, a closed door meeting. 学生团体代表指出，除非港府愿意成功因所提出的各项诉求，若无见面的必要。香港这边的政府和民间是暂时无法度沟通。香港前宗主国的英国和目前统治的中国政府是伫咧外交管道顶面互相绑话。So I was not supporting the violence. What I was saying is the way to deal with that violence is not by repression. 汉他嘛讲，北京当局的做法明显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宣言，也就是互香港高度自治。汉特阁强调讲，所有的选项拢伫咧考虑的范围内。BBC 的报道讲，这代表英国有可能动用制裁，但是汉特嘛无甲话讲互答。另外一位想要争取保守党党魁职位的前伦敦市市长 Johnson， 伊认为倒换条例修正案引起香港民众的议论，所以抗争有理。
I do support them, and I will happily speak up for them and back them every inch of the way. 中国的外交系统除了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公开批评英国官员破坏双方的关系，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嘛有发言人甲英国抢倒回去，指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亨特先生的涉港错误言论已经做出了坚决的回应。中方的回应也适用于英国政府其他官员的类似表态。另外一个引起外界关注的状况，就是占领立法会的民众，真侪人使用英国统治时期所谓的港英旗。政治分析家就认为，殖民时代的香港虽然并无民主选举，但是法治健全，官员廉洁。不过，伫咧主权移交22党了后，愈来愈是斗阵是结合国内外民俗艺剧团，希望互大家看到无共的民俗艺thuật文化。今日到明仔载暗时7点半，在桃园高铁站头前正式演出，欢迎大家烧酒来看戏。大玲带小玲飞天遁地，良心毋但有夜光效果，配合大荧幕，互人感觉活灵灵。为马来西亚来的世界西洋团，佮有为家人来的西洋冠军队共台演出，毋但有台湾民俗艺术团队，佮串联现代戏剧，配合高科技的灯光，闪闪细细，精彩佮好看。2019年桃园麦人文化节上热的尾场斗阵，动员超过300人，伫桃园高铁站头前的广场，准备伫这礼拜6甲礼拜日盛大开演。这个输人唔输阵。那今天我们邀请来自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跟台湾各地的义诊14组团队来这边交流。我想这可以让大家看到台湾生命力很丰富、很多样的一面。我们希望把他们大家邀请过来，在这样一个精致的舞台里面，精雕细琢，让斗阵的表演特色精致的被提炼出来以后，让当代的表演者能够尊重、喜爱，甚至对这个文化觉得感动，觉得身为台湾人是一种骄傲。好酒斟暗地，好戏看后尾。麦人文化多元佮趣味，值得咱继续欣赏佮创新。记者洪明珍、陈冠达桃园报道。现主时若是要成神，大部分拢是请布袋戏，也就是歌戏班。啊，毋过保利国小幼稚园的中班，因要感谢庄仔头的妈祖庙，是好好来斗3工，教囡仔一寡乡土文化。规班特别摆一出戏，去妈祖庙搭下升温，实在真奇卡。妈祖娘娘，请来欣赏我们的表演。小朋友虔诚邀请妈祖欣赏因的演出。南投保利国小就伫咧兴吉宫妈祖庙附近，幼稚园的小朋友这学期的课程以乡土文化为主题。伫咧学期结束之前，专工到庙埕搬戏写神。今天表演的节目，有太鼓的祈福活动，还有舞龙舞狮，都呈现给妈祖。然后希望就是把这个部分呢回馈给妈祖庙。因为妈祖很疼我们，所以我们才要表演给他看。小朋友的家长也来庙会看囡仔表演，肯定学校为着推动乡土文化所做的打拼。平常他们在教学的时候都有来妈祖庙这边活动，那今天也是来回馈妈祖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老师的用心啊，埔里国小这个校长的用心，我们都看得到。小朋友也搁将家己设计的本土文化明信片送给妈祖，留作纪念，也祈求妈祖继续保庇因平安熬大汉。谢谢妈祖娘娘。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气象局预报指出，西南风影响的天气形态佫会继续落去，南部不稳定天气可能会维持1礼拜。到底来关心今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2度，
南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7度到34度。那外岛地区是26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咯。